傳統有佢講法，即係教曉徒弟冇師傅啦。AI 正正就係咁樣啦，係咪？你係靠人去可能去訓練咗人，但係之後咧，佢完全可以做晒啲嘢啦。所以嗰個問題就即係我覺得有一個有趣嘅問題就係，正話我哋講嘅傳統智慧就係技術革命，就係取消一部分嘅工作，就創造新嘅工作。個問題咧就係佢創造嘅工作嘅嗰個數量啊，可能係遠遠少於被取代嘅工作數量嘅喎。咁即係話可以做嘅工咧，而即係需要人去做嘅工咧，係越嚟越少喎。多謝你收睇我曾鈺成同埋阿 K 林子欣博士同你傾下香港拗緊乜嗱。人工智能咧，我哋就好似傾過幾次啦。係啊。咁今日咧講嘅問題都係同人工智能有關。我相信咧以後咧我哋仲有好多機會要討論人工智能問題。但係今日我哋講邊方面？我哋今日咧就會講大學生咧，究竟佢哋嘅一啲初階嘅崗位咧，會唔會俾 AI 取代？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就嚟6月啦，係咪好多大學生已經畢業啦？咁會出嚟揾工。咁前排咧有啲議員就關注到咧，其實咧呢啲大學生咧，即係嗰個職場嘅體驗會係點咧？會唔會好難揾工咧？咁啊，根據咧即係孫玉菡局長嘅數據咧，就話2022年咧其實都有8萬幾個崗位咧係適合大學生去做嘅，即係講緊全職嘅崗位啦。咁但係而家咧已經少到得返3萬幾個啦。咁究竟個原因係咪同人工智能有關係咧？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又睇到另一組數據喎，就係其實啲大學生咧即係都幾樂觀嘅，因為咧有60%嘅受訪嘅大學生咧就好有信心咧，佢3個月之內咧可以揾到一個全職嘅崗位啦。而有40%嘅受訪者咧就話咧，佢哋甚至咧即係覺得自己揾到25,000啊，作為一個起薪點，咁都幾高啦，算係。咁究竟咧即係初階嘅崗位係咪好快咧會俾人工智能取代咧？咁同埋大學生咧呢一種睇法咧，又係咪太樂觀咧？咁啊，今日就同大家傾下啦。嗱，曾生，你覺得短期之內咧，即係香港嘅一啲職位咧，會唔會好快俾人工智能取代咧？咁如果孫玉菡局長嗰啲數字係準確嘅咧，咁事實上係喎，你計下都幾得人驚嘅喎。如果講2022年去到舊年，即係3年嘅時間之內，可以即係嗰啲職位嘅數目咧，即係下降幅度係幾多啊？由8萬幾去到3萬幾。係咯，你諗下，少咗5萬幾，即係冇咗大半喎。咁喺3年之內喎，咁都幾得人驚。咁即係如果呢啲數字係真反映到實際嘅情況嘅咧，你唔能夠話即係大學生求職嘅挑戰的確係大咗好多喎。係啊，咁尤其是我哋講緊咧，即係初階崗位。咁孫玉菡局長嘅講法就係話，嗰啲通常咧即係被取消咗嗰啲係咩位咧？譬如一啲初階嘅行政啦，即係我哋講啲文書嘅工作啦，或者 programming 啊，即係啲初階嘅編程工作咧，其實已經咧係俾人工智能取代咗啦。咁所以咧，即係以前咧，我哋成日話啲大學生畢業咧，有邊學邊做噶嘛，即係有啲位可以俾佢可能磨1-2年，咁啊慢慢有經驗之後先升上去啦。咁但係而家咧，大家就擔心緊會唔會有個斷層啊？即係其實咧，即係你冇晒初階位嘅人入去啦，咁啊一嚟就去到即係中層有啲位係好難取代嘅，我覺得。咁尤其是講緊啲專業人士嘅崗位啦，咁但係少咗低層嘅話咧，有啲人就會形容即係似係一個鑽石型咁樣嘅晉升階梯，即係低層好少位入，咁但係中層嘅位依然喺度，咁點樣即係可以升到上去咧？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咧就係其實咧，我哋亦都講到咧話有一啲嘅即係職位嚟講咧，其實咧已經咧慢慢可以人工智能係做到啊。咁啊，譬如咧頭先所講即係一啲嘅文書嘅工作啦，一啲重複性嘅工作啦，咁啊變咗咧，我就擔心緊咧有一啲可能佢本身又唔係讀緊專業學位，即係又唔係醫生啊、律師嗰啲，咁佢可能係讀緊啲譬如 social sciences 啊，或者文學啊，有啲甚至讀緊翻譯咧，嗰啲學生都話，其實而家 AI 都升任做呢啲工作噶啦喎，咁會唔會真係冇嘢做咧？咁啊，我諗咧，即係大家個擔心都合理。係啊，而且嗱，即係我哋見到咧係發生緊嘅喎。你剛才講有啲嘢，譬如話文書嘅嘢，咁而家的確係喎，你好多機構咧都發覺咧，佢用 AI 嚟到處理一啲即係常用嘅文書咧，根本係又快又準確，而且咧就即係可以你即係減少咗好多即係所謂人為嘅一啲疏忽啊錯誤啊，
係咁樣，係做到功課。咁嗱，甚至咧，我諗喺大學裏邊，你諗下嗰啲譬如研究助理，大部分嘅工作咧都可以由 AI 取代嘅喎，即係你去收集資料啊、整理啊嗰啲，甚至不斷做嗰啲即係發啲問卷嘅調查啊等等，呢啲可以 AI 做晒嘅喎。係啊，真係做得到嘅喎。係啊，因為咧，譬如我有聽啲專業人士講，譬如話一啲會計行業啦，甚至我啲即係我自己經驗啦，其實我而家都唔使請研究助理，或者可能係以前一個研究助理對一個教授，咁但係而家可能一個研究助理對幾個教授，或者一個即係文書工作嘅行政人員就對幾個會計師，即係需要人力資源嗰個數目的確係少咗嘅。咁啊，另一方面咧，即係頭先我哋講一啲大學生佢哋自己主觀嘅睇法咧。咁除咗我哋講數字之外咧，都有啲報紙咧都會訪問而家啲大學生究竟佢係擔唔擔心被 AI 取代啦。咁有啲大學生咧，佢個講法咧就係話其實佢哋都驚嘅，因為咧個問題咧就係其實喺而家咧嗰個大學嘅訓練入邊咧，你講緊話用一啲初階嘅 AI。係會嘅，即係譬如做功課啊、揾資料啊、做 proofreading 係會用到 AI，但係去到一啲咧比較高階啲嘅應用咧，我事實上的確覺得即係除咗譬如你真係讀譬如電腦啊、programming 嗰啲之外咧，你譬如讀 social sciences 咧，其實我哋嗰啲學生唔會係有一個好高階嘅應用嘅，即係但係問題咧就係你出到職場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啲老細咧就話佢哋嘅面試咧就唔係淨係好似以前咁樣啦，即係問下你嗰啲職業取向，而係會問下你識唔識去用 AI 去處理一啲手頭上面嘅工作。咁所以亦都咧衍生咗一個問題咧，就係有啲大學生就問啊，其實咧而家咧大學教育咧究竟係咪追得上即係個 AI 嘅變化咧？但係嗰個矛盾嘅位就係不嬲咧，我哋講緊大學教育就唔係淨係講緊準備緊嗰個人出嚟職場㗎嘛，係嘛？即係你冇可能完全係 tailor-made for 佢出嚟職場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個大學程度嘅 AI 應用同佢出到嚟職場咧，可能係兩回事嚟。冇錯啦，呢個我覺得係好關鍵嘅問題。如果我哋將我哋嘅焦點係放喺大學畢業生出到嚟就業見到嘅挑戰嘅話咧，呢個就係最關鍵嘅問題。傳統智慧咧就話俾我哋知，技術嘅革命咧係可能會取替一批嘅工作，但係會創造一啲新嘅工作。個關鍵就係當有呢個咁樣嘅轉變嘅時候，我哋嘅教育，我哋對學生嘅培養嘅嗰個內容係唔係真係配合到呢個變化啊嘛？係咪？即係你培養出嚟嘅嗰批人係適合舊嘅已經被取代咗嘅嗰啲職業，但係咧新嘅提供嘅嗰啲工作崗位咧，佢又冇咁嘅能力嚟到去去就業噃咁樣，咁咪有呢個咁嘅錯配咯，係咪？咁係咪有呢個問題咧？咁只要你最尾提出嗰點咧，你話喺大學教育咧唔能夠淨係職業導向嘅，係啦，唔能夠淨係職業導向。你就算係職業導向咧，而家呢個時勢咧，你都分分鐘都即係你即係你設計嘅課程嘅時候，就見到嗱呢樣嘢好需要，即係等於你幾年前設計課程嘅時候，喂編程係好緊要嘅，咁大家咪學編程咯，係咪？到你真係一去到讀嘅時候，讀畢業出嚟嘅時候已經變晒啦，係咁樣喎。你如果真係好狹窄地所謂職業導向咧，有呢個問題喎。咁所以呢個咧，如果話而家由 AI 帶嚟嘅呢個職場嘅嗰個改革，係對我哋嘅大學畢業生一個挑戰嘅話咧，首先亦都係對我哋大學教育，甚至基礎教育一個挑戰。而家我哋喺學校教緊嘅，大學裏邊教緊嘅，係唔係最將來出到嚟社會真係需要嘅嗰啲技能咧？係咁啊，所以亦都有啲人話咧，其實呢啲初階崗位俾取代咗之後咧，咁你大學畢業生嘅工作會變成啲咩咧？就係你去 supervise 嘅 AI，即係最簡單嘅工作就會係 AI 去處理咗啦。咁然後你基本上就等於個 AI 嘅，即係去監督佢嘅工作，去分析究竟佢做嘅嘢啱唔啱啦。咁但係咧，我即係問心嚟講咧，我就覺得而家大學教育咧，就未係的確訓練緊人呢一種思維，其實好多時就變咗係學生用 AI 捉錯處嗰個咧，就反而係個老師，即係去睇下啊，究竟你係咪真係照抄啊？有冇啲資料錯？咁譬如呢一方面咧，即係我覺得嗰個其實大學生一出嚟，即係畢到業出到嚟咧，其實佢哋嗰個技能上面要有再提升啦，就真係唔係如頭先所講，俾一段時間你邊學邊做。人哋呢個問題咧，我亦覺得亦都係討論咗一段時間。即係當我哋唔知係咪第一次討論到底
學校、大學應唔應該即係俾學生或者甚至鼓勵啲學生用 AI 嘅時候咧，當時已經有啲咁嘅理論，即係覺得而家唔係話你用唔用 AI 嘅問題㗎啦，就係你識唔識得用 AI 嘅問題啦嚇。AI 唔會取代人力，但係咧，即係識得用 AI 嘅人咧就會取代嗰啲唔識用 AI 嘅人。當時已經講法啊嘛。但係咧，即係既然係咁，我哋大家都知道重視即係培養學生，你培養我哋嘅下一代嚇點樣使用 AI， 點樣駕馭到 AI， 支配到呢個 AI， 即係咁樣嚇。咁點解都好似即係進展咁慢咧？我就覺得第一，因為 AI 本身佢進展得太快，即係有啲人話之前嗰幾次嘅工業革命其實經歷咗好長時間俾人適應，但係今次太快啦，冇錯，可能10至15年。呢啲學識，你學識點樣用呢一代，跟住新一代已經出現啦，係咁樣。咁所以而且仲有喎 AI， 即係佢嘅特點咧，就即係人工智能嘅特點咧，佢自己識得點樣諗嘢，即係唔係話淨係你餵啲咩資料俾佢，佢就接受啲咩資料，佢識得 generate。識得生成，仲要識得進步啦，識進步啊嘛，係咪？所以深度學習嗰啲佢識得咁啊嘛。同樣對於佢自己嘅管理咧，佢都會慢慢，我認為啊，佢會自己演化出一套佢自己管理自己嘅。所以而家啲嗰啲叫做咩 AI agent 係即係養龍蝦嗰啲啦。咁已經即係你俾個即係好基本嘅指令，佢已經可以指揮晒 AI 點樣做嘢，可以咁樣嘅喎。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即係一門可以話咧，而家仲係喺度發展緊嘅學問，所以有啲難度。即係你話理論上就咁講嚇，將來即係啲大學生出到嚟嘅時候咧，周圍都用 AI 啦。咁我係識得點樣去指揮 AI 嘅，識得點樣用嘅。所以我就即係求職嗰度咧，我就有優勢。但係呢個咧，即係我諗唔係咁。即係唔係咁容易達得到。咁跟住我哋又可以再延伸去討論下啦。即係除咗啲初階崗位之外咧，去到中高層啦，即係未來又會唔會大規模俾 AI 取代咧？嗱，我近排咧即係我自己公司要做 audit 啦，咁跟住我就即係同嗰個會計師傾開咧，佢就話咧，其實咧即係有啲位係暫時未俾 AI 取代到嘅，尤其是係講緊你要負責任，係啦，即係你要做 authorized person 嗰啲位，因為我哋而家嘅認知入邊咧，其實 AI 係不能夠成為一個獨立去承擔責任嘅個體嘅，咁所以譬如會計師呢啲咧，其實暫時好難係俾 AI 取代啦。咁第二就係一啲好精密嘅操作嘅位，我哋都暫時即係覺得唔能夠 AI 獨立處理嘅。咁譬如可能醫生做手術嗰啲啦。咁啊，第三個情況咧，就係頭先阿曾生提嗰啲 open call 咧，即係我知道咧，而家唔係好多人即係識用嘅。咁啊，首先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譬如咧嗰個人咧，其實佢要識得咧，即係指令個 AI 先得，例如咧，我一日有好多唔同嘅工作，我要點樣將佢分配成為唔同板塊，然後再指令個 AI 做咧咁樣。咁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啦，即係我當有啲人可能要去，譬如佢賣衫嘅，佢要發貨嘅，咁啊佢要報海關嘅。咁其實而家咧個 AI agent 咧，基本上如果你即係識用啊，佢已經可以自動幫你覆啲 email 啊，自動幫你可能係處理一啲報價單，自動發貨咁樣。咁但係當然而家呢一個嘅階段咧，都有一啲隱憂嘅，因為之前都有啲報道講啦，即係話有啲人用 open call 其實佢涉及一啲私隱風險嘅，基本上因為佢係 access 咗你好多嘅個人嘅資料啊，你嘅 schedule 啊，佢都會知道嘅。咁啊，所以我諗咧，而家咧又未至於去到話啊，好多企業都已經大規模地應用呢一種嘅 AI agent。咁但係咧，我覺得咧未來咧有冇被取替風險咧都有機會嘅。即係點解咁樣講咧？我唔知曾生你有冇留意咧？近排有一個新聞咧，就係講緊 Meta 咧裁員啦。咁佢首先咧就裁咗8000幾個人，咁然後咧而家咧佢就將7000幾個現有員工咧就安排做第二樣嘢，就係負責去 train 嗰啲 AI agent。咁所以有啲人就形容啦，話呢7000幾人咧其實遲早都有機會被裁員嘅。但係咧佢走之前咧就負責 train 一啲會取代佢嘅人。咁有啲內地企業都係嘅，佢哋叫即係一啲 skills 嘅 distill 啦，即係叫員工嘅精化，去精化員工技能，即係話喺你走之前咧，基本上你嘅記錄啦，譬如你可能係做客戶服務嘅，咁你同客戶嘅對話嘅一啲風格啊，你同佢即係嘅服務嘅態度，基本上都被記錄咗。咁即係話你個人走咗都唔緊要嘅，個 AI 咧會繼續做你即係原本做緊嘅工作。咁呢個就好大
嘅即係一個所謂失業風險啊。因為以前我哋成日講啦，話嗰個勞動關係咧係講緊一段時間入邊，即係個僱主擁有我嘅一啲時間同 skills 啊。咁但係而家係講緊咧個員工走咗之後咧，嗰個僱主都仲有機會 own 緊佢，即係員工過去嘅一啲即係工作嘅即係態度又好啊，佢工作技能又好。咁呢個就真係好大風險，而暫時咧就似乎即係法律都仲未管到呢一個層面。但我相信好快，係即係呢個趨勢咧，我覺得第一就你冇即係不可阻擋，一定係咁樣來，而且佢嗰個發展咧，我估嘅情形係會越嚟越快。即係用數學講法，即係 exponential 嚇，即係佢唔係直線咁上嘅，佢係越發展越快。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即係就算你剛才講嘅好多問題，即係而家我哋仲未曾真正解決到個問題，所以唔能夠將全部嘅嘢咧，即係放心地交晒俾 AI 做嚇。有啲嘢咧仲要人，譬如你講話會計師。或者律師甚至工程師，要嗰個真係嗰個人本身要簽名，咁然後先至負法律責任。我諗呢樣嘢好快解決到嘅。即係可能遲啲會有一啲嘅法律就賦予，譬如 AI 係可以做一啲原本人類先可以做。係啊，因為呢個問題，因為係普遍存在啊嘛。譬如嗰啲無人駕駛汽車咧，都有呢個問題啊嘛。無人駕駛出咗意外，咁邊個負責咧？唔係如果你要司機，你話佢危險駕駛，你會拉佢坐監啊嘛。嗱，你無人駕駛咁點辦咧？咁所以嗱。呢啲一定即係遲早咧都會解決咗嘅嗰啲問題嚟嘅。咁你就包括即係我哋傳統有句講法，即係教曉徒弟冇師傅啦。而家 AI 正正就係咁樣啦，係咪？你要靠人去可能去訓練佢一輪，但係之後咧佢完全可以做晒啲嘢啦。所以嗰個問題就即係我覺得有一個有趣嘅問題就係，正話我哋講嘅傳統智慧就係技術革命。就係取消一部分嘅工作，就創造新嘅工作。咁問題咧就係佢創造嘅工作嘅嗰個數量啊，可能係遠遠少於被取代嘅工作數量嘅喎。咁即係話可以做嘅工咧，而即係需要人去做嘅工咧，係越嚟越少喎。就算你正話講，即係我哋即係話一啲高階層嘅高層次嘅工作。係會取代低層次，高層次工作會少好多啦，係咪啊？咁所以越嚟越少嘅喎，咁所以呢個趨勢不能逆轉喎。所以有啲人咧，即係都嘗試去諗下，譬如10年、20年之後咧，即係究竟因為 AI 而失業嘅人咧，究竟可以去邊度？咁啊，有一啲人咧就話啦，即係而家畢業生咧係咪可以即係叫 risk diversification， 即係做啲咩咧？做副業，即係除咗份工有機會俾人炒，咁但我起碼仲有幾份即係 slasher 咁樣啦，即係幾份副業去頂下。但個問題咧就係因為我自己都有用一啲 AI 軟件去做創作咧，其實當大家都識嘅時候咧，其實你就變咗冇優勢㗎啦。有啲人即係雖然話而家好似即係人人都識用 AI 做設計，咁你用呢樣嘢做副業，個競爭都會好大嘅之後。咁我所以會剩翻啲乜嘢崗位係真係要人去做嘅咧？係咪即係同一啲創意啊，或者一啲好高層決策嘅即係嘅崗位先至需要人負責，而其他嘅位基本上都可以唔需要咧？我仲會再諗得天馬行空一啲，OK？因為你正話講咧，嗰啲講法啊，包括即係失業啊，即係求職啊，或者炒人啊，都係喺我哋而家呢個體系裏邊係發生嘅。我點解一定要有職業咧？即係嗱，假如呢個世界即係咁樣，因為技術嘅革命，少咗好多工作係需要人去做嘅。好啦，少咗工作需要人去做，但係人本來由人提供嘅嗰啲生產力，係咪已經全部譬如 AI 或者科技可以取代晒咧？換句話講咧，少咗好多人做嘢，但係咧經濟嘅發展、社會嘅發展係冇慢到喎。即係生活依然係會越嚟越富裕喎。係咪？因為效率高咗咁解啫喎。效率高即係自不然要做嘢嘅人少咗啦。好啦，咁即係兩個可能，一個咧就將嗰啲工咧就分少啲咯。即係
個項一日做4個鐘咁樣，再少啲啦，即係好多時間可以發展自己，但係可能呢個真係冇錯啦，冇錯啦，係咪？另外一個咧就將啲工咧始終都係集中喺少數人，咁大多數人咧係唔使做工嘅，唔使做工係咪等於叫失業咧？嗱咁我覺得即係你諗翻即係古代希臘咧，佢有咗奴隸咧，係咁啊嗰啲即係嗰啲公民咧叫做即係嗰啲奴隸主嗰啲啦，佢多咗好多時間喎，研究下天文，睇下星啊，唱下歌啊，係咪？即係寫下詩啊，諗下哲學問題啊，變咗係咁樣喎。嗰啲嘢咧，佢當時唔係我哋解決嘅生活㗎喎，係咪？好啦嗱，而家 AI 就算即係好普遍好發達啦，我諗一樣有歌星喎。歌星係有啲人話偶像係永遠會存在啊，一樣有嘅喎，畫家一樣有，冇錯 AI 可以寫到好好嘅畫作。但係我諗咧取代唔到啲即係人嘅呢啲，即係呢啲畫家咁之類喎，係咪？即係歌星啊、作曲家啊等等呢啲藝術嘅創作啊，甚至球星都係㗎。運動健將，即係我諗有咗 AI 之後咧，而家即係內地啊搞啲咩機械人馬拉松咧，但係無論點，我相信人嘅呢啲運動會啊，即係體育活動一樣係會咁蓬，甚至可能仲多啲。咁嗱，咁我哋就喺度做呢啲嘢喎。呢個好正面啊！大家唔使死捱嚇，死捱死慳嚟到去維持生活。咁呢個咧就牽涉到咧到時啊嗰啲財富點樣分配嘅問題啦。嗱，坦白講，我哋即係工業革命出現咗一層即係啲工人階級啦，事實上係即係。我哋都知道呢，剝削係好殘酷嘅。好啦，到呢個資訊科技嘅革命咧，實際上亦擴大咗發達社會裏邊嘅嗰個貧富懸殊。即係有啲人哇，即係好似即係 Elon Musk 嗰啲之類，哇，即係富可敵國。但係嗰啲即係一般人咧，佢享受唔到呢個經濟發展嗰個成果。好啦，到而家我諗咪進一步會有呢個提出呢個問題。咁就要我哋啲社會科學家同埋我哋啲政治家去研究啦。將來如果呢個社會係的確好富裕，但係要真正實際上投入勞動嘅人好少嘅話，咁啲財富係點分配？咁同埋咧就係去到頭先曾生講嗰個即係最完美嘅狀態之前咧，我估都會經過一個幾痛苦嘅轉型嘅，包括大規模失業啦。咁你嗰個譬如社會救濟嘅網絡，你係咪可以支撐到其實咁多人冇嘢做咧？因為個情況就係可能個生產力提升緊，但係就唔代表個就業率會提高啦。咁另外其實都會涉及一啲有時我哋講個人嘅身份認同問題，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即係講個 identity 咧，都係用個職稱嚟去界定自己係邊個。咁去到可能將來咧，譬如曾生所講，哇，好多人咧其實都係富閒嘅，基本上唔使做嘢。咁究竟我哋點樣定義我哋自己咧？又唔係用揾幾多錢，又唔係用即係我哋個專業資格啦。咁究竟又唔係真係好多人做得到歌星？係啦，咁究竟到時會唔會好多人有一啲 identity crisis 啊，即係嗰啲即係身份認同危機咧？咁我諗呢個都係好值得去討論，甚至有啲人都討論緊話 AI 會唔會介入我哋以後人類嘅一啲情感發展咧？因為呢個我又聽過有啲內地嘅即係新聞咧，就係有一個咧家庭入邊咧個爸爸就死咗，咁跟住咧個仔咧就即係整咗個 AI 生成嘅工具咧，就佢阿嫲，就話爸爸未死嘅，咁然後就陪咗佢阿嫲成年啊。咁因為咧內地有啲公司叫有啲 AI 復活嘅服務，其實你攞一張相攞一條聲，基本上佢可以變咗做一個視像通話咁嘅形式啦，咁就即係基本上佢阿嫲就喺不知情嘅情況之下，即係一年度過咗，咁然後就令到病情，即係因為嫲嫲本身病嘅，即係令到佢病情冇惡化。咁譬如呢啲善意嘅行為，但係其實你又講真，你有少少 manipulate 緊嘅情感嘅。咁究竟即係將來會唔會喺我哋個社會又會即係出現？係啊，有趣嗰啲有趣問題啊！我咁講，即係發展到落去 AI 會唔會產生感情咧？我唔敢講，我唔知道。但係咧。有一樣嘢我可以肯定嘅，就係發展落去人係會對 AI 產生感情嘅，就好似你正話咁講，即係假如而家即係我有啲朋友已經咁講啦，即係已經期望緊將來有啲人形機械人咧係可以入到屋裏邊咧幫佢做晒好多啲家務啊，咁樣照顧埋你。好啦，無微不至照顧，對住佢，你人對住佢，
係咪會日久生情嘅呢個？其實我想講，而家嗰啲 AI 已經有好高情緒價值。譬如有時同嗰啲譬如 Gemini 咁樣傾偈咧，佢乜嘢問佢咩咯？問得好，你正中要害，全部都讚你，係好識鼓勵你。其實而家我已經覺得有啦，即係就算佢未變成一個人形，你都覺得同佢對話嘅時候好 positive 嘅，即係好 supportive 嘅。好啦，咁啊講到最後啦，即係如果翻嚟啦，即係曾生點樣睇嗰個大學生失業問題咧，同埋有冇即係一個即係矛盾指數，你會點樣比？我估矛盾指數係高嘅，即係大學生即係就業嘅挑戰咧。只能夠真係按個別人同埋即係作一啲即係眼前見得到嘅辦法嚟到解決嘅。你而家冇，而家我哋仲冇一個大嘅一個途徑，即係到底點樣？譬如剛才我哋提過嘅，點樣去改革大學教育，甚至基礎教育，使到我哋培養出嚟嘅人才咧係符合到呢個技術革命嘅新嘅要求。我覺得未去到呢步，所以都真係只能夠即係。個別學生出到嚟就去按照佢個人嗱，咁我亦都開始認識嗰啲年輕人咧，佢出到嚟佢大部分時間匿埋屋企嗰度，即係玩個手機嘅啫喎，但係佢又揾到食喎。OK， 佢係做咩？創作到嗰啲咩？content creator，OK， 內容創作者啊。係啊，咁佢話：如果用我哋舊嘅觀念咧，佢係又唔使返工，係嘛？咁成日喺屋企。即係因為所謂宅男嚟嘅，即係我哋舊人嚟睇佢哋覺得佢好頹廢咁，但係佢 OK 佢自己好樂在其中喎。咁我諗即係不斷可能會產生呢啲新型嘅呢啲咁嘅即係生活同就業嘅模式。係，咁我都會俾到5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咧，即係短期內講緊香港嗰個場景咧，我就覺得即係未至於話AI 會大規模取代晒崗位啦，因為我覺得個社會接受程度都未係去到有啲位係願意放俾 AI 做，因為我都知道其實而家都 AI 嗰個準確性仍然有待改進啦。咁同埋就係譬如有一啲客戶服務啊，要對人嘅工作咧，即係始終好多嘅公司會覺得係用人嚟去擔當係會比較好嘅。咁但係我哋講緊可能10年、20年之後，會唔會真係有啲初階崗位，甚至係中高層都會被大規模取代咧？咁我諗呢個咧，可能政府真係要做一啲 projection 嘅。其實即係孫局長自己都講啦，佢都會計下究竟有幾多崗位將來會被 AI 取代。咁我諗都需要即係盡快去公布呢啲數字嘅，因為過去咧我哋都提過咧，其實好多一啲即係外國嘅機構都話，因為香港咧即係始終好多係白領啦，其實俾 AI 取代嘅風險都好高嘅。咁我相信即係啱啱出嚟做嘢學生咧，都會好想知道咧，究竟將來嗰個即係職業階梯嗰個轉變會係點樣？咁啊唔知咧收睇緊嘅有冇大學生啦，同埋你哋嘅工作崗位咧，而家有冇俾 AI 威脅緊，甚至取代緊咧？咁啊歡迎咧大家繼續 like、share 同 follow 嘅。下星期再見，拜拜。拜拜。